朋友們，每次煲湯嘅視頻，你哋都有好多粉絲喺評論區嗰度問阿燕姐個鍋有冇連接。燕姐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靠一塊玻璃去征服廚房嘅一個品牌康寧。康寧呢個品牌已經有170多年嘅歷史，佢基本嘅產品咧都係以玻璃為主。點解燕姐咁中意用佢呢？你睇完咧就明白啦。就算你哋未用過康寧嘅鍋，你哋都會用過康寧嘅產品。蘋果手機嘅屏幕玻璃都係康寧做嘅。康寧全球有6條生產線，法國、日本、美國、土耳其、新加坡、中國。法國嘅生產線咧主要係做鍋身為主，但係依家咧已經停產啦。好多人買呢個鍋，佢唔單止愛嚟用，有啲咧就愛嚟收藏嘅，因為而家已經係買一個少一個。嗱，依家咧燕姐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點解咁中意用康寧嘅鍋嚟煲湯呢？我哋煮餸最緊要係健康，康寧係冇塗層嘅，而且你煮乜嘢咧都好好清理。嗱，我呢個鍋咧已經乾燒咗10幾分鐘啦，測佢嘅溫度係幾多先？嗱，已經係400幾度啦，佢都係唔爆嘅。嗱，我依家咧放啲紙巾落去。嗱，着晒火啊！佢依然係唔爆，燒到400幾溫度，我倒冰水落去一樣係唔爆。剩菜剩飯可以直接放落冰箱，如果你想食嘅時候，將佢攞出嚟直接加熱就可以食啦。燕姐好中意用呢款鍋嚟煲湯，因為佢火力均勻，煲嘅湯出嚟非常之好飲。今次嘅專場，燕姐同大家申請咗少量嘅庫存，喜歡嘅話早啲嚟啦！